是在韩国的朋友们第一次看到的吧？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帽子吗？不是帽子，这是饮料袋子。韩国人来台湾之后改变的4点。第一个是晚上的时候洗澡，可能会觉得这是什么奇怪的话，可是在韩国的时候，在晚上的时候我绝对不洗澡，应该有些人惊讶吧？不是完全不洗澡的意思，洗脸澡头发的意思。我们韩国人的洗澡时间不一定。我呢喜欢早上洗澡，对我来说，早上洗澡的话，感觉可以开始整天比较 fresh 的感觉。希望大家听得懂。可是来台湾以后，最少我看到的台湾人一定是在晚上的时候洗澡。还有之前去那个欧尔的家的时候，他的爸爸妈妈听到我喜欢早上洗澡，他的表情这样。可是现在呢，我也是越来越变，晚上的时候洗澡。还有晚上洗澡的话，超舒服，还有可以容易开始睡觉。还有我的梦也比较干净的感觉，干净的感觉。还没洗澡，所以小挺喜欢的。第二个是在家里不穿室内拖的话，会觉得很怪。刚开始还在觉得为什么要穿室内拖？其实还不习惯室内拖，我说 slipper。跟韩国不一样的是，在台湾没有 boiler，boiler 是韩国有的文化，就是我们바닥可以变温暖，所以我们不需要 slipper。可是在台湾，因为没有 boiler，所以穿的话比较感觉不会冷，还有感觉比较卫生。因为我的脚只有 slipper 上面可以保护只有我的脚的感觉。可以听得懂吗？但是比没穿的时候，脚味道更重。等等，就是在说自己脚臭很严重。起来哈喽，难过？不会吧？怎么可能那么臭？第三个是不常常吃宵夜。如果欧若看到这个影片的话，他一定会笑。在韩国的时候，我每天吃宵夜。我跟同学们一起住在的时候，진짜 거짓말 안 치고 맨날 치킨, 피자, 불먹창, 족발, 보쌈, 대창, 닭발, 시험 기간에 술 마시러 가고 딸기 막걸리, 레몬소주, 족발, 비 오는 날엔 김치전, 해물파전. 그리고 시험 기간에는 24시 카페에서 공부하다가 아침으로 돼지국밥이랑 뼈해장국. 겁나 먹으러 다녔는데 여기서는 안 먹어요. 可是在这里欧啦，你一定要知道，不是常常吃的。我偶尔吃盐酥鸡、鸡排，这个是真的偶尔吃的。比在韩国的时候不太常常吃宵夜，可是为什么更变胖？超难过。最后个是保护环境啊，环境保护，因为听说台湾人比较重点环境。因为好像跟刚刚说的一样，我在韩国吃宵夜的时候，我没使用我家里的筷子，因为越来越不吃宵夜，所以我不使用筷子吗？可是来台湾以后，我变了，真的不常常是衣卫用品，这样说吗？衣卫用品不常常使用。听说台湾政府让台湾人保护环境，所以感觉台湾人们对环境的市民意识感觉很高。因为去饮料店的时候需要那个袋子的话，我一定要付钱，我要买袋子，所以台湾人常常使用的是这个。应该是在韩国的朋友们第一次看到的吧？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帽子吗？不是帽子。这是饮料袋子，我的袋子是 Jasmine 可爱吧。如果你们看到那个路上的话，你们可以常常看各种各样的那个袋子。我觉得需要那个包包的话，付钱，这个的文化很好，因为我们可以保护、照顾环境。便利商店老板们不会给我们习惯。
还有，如果你们去肯德基的话，你们一定要这样뚜껑을 이렇게 뜯어가지고 이렇게 마십니다. 빨대를 안 줘요. 这样。还有麦当劳也这样，麦当劳的杯子也特别的뚜껑是这样的，我觉得很好。所以在这里我可以感觉，我变了更好了吗？